头一首是圣诗185首，造化的神，你伫早时。咱先请思琴替咱弹一遍。先来甲即个第一段的词念一解好啊吼。好，来，咱做伙预备来。造化的神，你伫早时建立即世界，坚固地基，求你来点信徒心念，将你喜乐赏赐囝儿。救阮脱离悲伤罪愆，罪愆哦，罪愆好来，互阮堪比做你圣殿，好来，咱来念第一节，第一节甲第四节，咱来念两节，念头甲念尾就对啦，第一节，投影片。好，来，咱一个来，来同齐。为主者为主者为主者就是指咱的圣神好，来，接续咱来念第二首的圣诗543首我爱儿主的款式。Oh
礼拜时间已经到吼，咱今仔日有圣礼典吼，所以请咱备办心来进入咱今仔日的礼拜。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得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请走吧。我要不时懊恼上主，我的嘴要常常懊恼伊，我的心神要夸口上主，困苦的人听见嘛会欢喜，就甲我称赞上主最大，做伙来尊重伊的名。这是咱来唱圣诗185首，请起立。造化的神，你伫早时。
坐。咱三个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虽然阮济个人的身体无阁少年，阮的气力嘛无像以前少年的时阵，但是主啊，阮服侍你的心志并无改变。你以前所行奇妙的代志，今仔日你嘛你即个圣殿内底，你嘛要行伫阮的中间。主啊，求你使阮独注目伫你的心上，伫对敌的铁笑甲威胁中，阮无惊赢。求你，互阮想起你是伟大的神，所以阮要举悬阮的手，阮要来学罗你的名，哈利路亚！阮要来感谢你过去的保守，因为阮做你的对敌、搁摇伊的时阵，阮无熟悉你，但是你犹原保护阮、照顾阮，你犹原疼阮，你犹原爱阮，你犹原亲像诗篇第139篇第14节所讲的，我要感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通行为。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知的，我的一切你完全知。感谢主，有时阵因为阮家己的个性、阮家己的脾气、阮家己的思考无够顺坦，主你的旨意，阮得罪人，搁得罪神。啊，主求你原谅阮，求你合阮甲人的关系、甲神的关系。会使阁和好，因为安尼会做带来的拒绝较痛苦，求你赦免。阮也要完全降服伫上主的下面，阮要永远甲你伫地。主啊，上尾我要求主来医治阮中间有病痛、有痛苦的兄弟姊妹，求主你伸你的圣手来奇妙的医治阮的病痛，互阮的病痛拢总会使好起来，阮归荣光立上主，安尼祈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来启应文第62篇，也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上款的心志，和諧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父上帝。圣经，这是我来读圣经。加拉太书5章22节，
毋过圣神所结的果子是仁爱、欢喜、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实、温柔、准则。第二处圣经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应允的土地。雅各书第3章16节到17节，因为有怨妒甲自私，就有混乱甲逐项歹行为。对顶面来的智慧，头一项是纯洁，搁来是和平、温和、有度量、充满慈悲，搁熬结好果子，无偏私，无虚假。这是要学老，请妇女团契。感谢
这是讲道本堂黄牧师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圣神的果子温柔。姊妹平安。咱要继续来讲起圣神的果子。温柔是第8项。咱跳过第7项，第7项咱是伫后个月咱才来讲。要问一项，你敢是一个温柔的人？你敢爱甲温柔的人相同做伙？所以呢，一方面就是，咱真希望对方彼此中间温柔相对待，但是咱敢是一个温柔的人？这是今仔日咱所要探讨的一项的一个主题。温柔是圣神的果子，咱会当想象一项，也是活伫咱现在现实的社会中间。先试一下，再看卖。OK， 好。咱活伫现在真竞争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咱一般认为讲，咱都要非常真做一个真强势的人。咱只要我都伫即个真高度竞争的一个丛林中间来生存，所以呢，通常你会讲到强权就是公理。强权意思就是讲，你必须要真做一个强势的人，你必须要好好维持你的权利，你必须要好好来坚持你家己坚定的立场，来表现你家己一个真强势的一个自我安尼。所以有一句话。伊讲有雄心的人有福气，因要得到真好的昌盛，因要得到真丰富的资产，因会当支配全世界。你感觉讲？对啊，对啊，对啊！吼，在这世界中啊，都是安尼啊。无论是国际上，无论是在社会上，无论是整个的商业上、经济上，拢必须要表现出真所以。这法度伫咱社会中间来生存所以上就你会感觉讲，你要硬起来啊，你还要软弱吼，安尼，你要遐尼温和，硬起来吼，意思就是讲你要展现这个真强势的迄个态势安尼。那所以呢，伫这个环境中间，你会感觉讲，我真希望彼此会当真混合真好讲话但是呢，拄着竞争的时阵，咱就真期待，比如讲。如果你若买股票，你也希望你的股票你的票你安尼要赚钱，迄个感觉。霹雳如果来赚真侪钱，安尼非常好势得到真好的欣赏。伫这中间的时阵，强调温柔，温柔甲咱社会气氛，敢若无法度对同。温柔，因为温柔，互人的感觉，那就优柔寡断，无法度真强势，无法度真有决断力。无迄个气魄，无迄个骨气，所以若甲人冲突的时阵，咱就要忍气吞声咱就安尼乖乖那就任人支配共款逐项参详安尼让一步退一步的感觉安尼。咱无法度体验迄个强势的气力，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真大竞争的社会中间，到底咱要体验迄个强势，还是要体验迄个温柔？温柔到底是啥物？可能咱有一种误解，温柔就是真懦弱，无法度决定，伤体贴别人，无法度体验你家己本质的内在的气势，得到你所爱的物件。温柔到底意思是啥物？温柔伊的意思就是受控制的气力，伊有气力，但是这个气力是受节制。马到底是温柔的马，还是强势的马？
野马，你会知影讲吼，你若要来控制这个野马，骑这个野马，伊就要真力吼，把你甩下去，啊咧伫旷野中间吼奔走安尼吼，所以你要天然的野马溃烂。展现野马的能力，但是你若用这个马呢，牵到厝中间，大家驯服了后，然后你来摸，真温柔，互你摸，甲你讲话轻声细细，你安尼徛的时阵，伊就看你要安怎徛，来控制好势，就安尼要紧的慢拢会使安尼。这是已经受到驯服的马，但是这只马，若是徛到战场的时阵，会怎样？徛到战场的时阵，开始冲锋的时阵，无论是咧大炮，无论是咧枪，无论是咧剑伫头前的时阵，伊嘛是感觉无惊，一直跑走，一直冲锋。姊妹，到底这只马是一个温柔的马，还是一个真有气力的马、强势的马？拢有。比方是因为这只马受咱的控制。驯服非常温柔，但是当伊到伫战场的中间的时候，伊完全无惊，天然伊原来稳重内面的气力，对内面冲锋喷走。伫战场的中间，你就看见这个马的气力天然出来。这就是这个情形，温柔，毋是气力的消失，温柔乃是气力的一个控制。伫上界适当的时阵。天然伊应该有的气力，但是平常时是非常温柔。所以巴克勒伊安尼定义温柔，伊讲温柔的本质谦卑。温柔毋是软弱，毋是一个放弃咱的一个立场的妥协。咱是伫适当时机会当表出去适当的行为，这就是温柔。所以温柔并不是软弱的表现，温柔咱是有一个气力，不过这个气力是受到真大的控制。摩西是真伟大的领导者，所以摩西前40年的时，伊是伫埃及。我相信训练伊成做一个埃及的王子，伊就是天然迄个君王、王子的一个气势，真有威严，真有权势。伊必须要互人惊吓，对伊一个顺服。但是后来，伊逃走到米甸40年，上帝透过米甸40年中间塑造。伊的个性，所以圣经称摩西是一个迄当时上界谦和的人，上界温柔的人。你让看见这个真大一个改变，一个王子，现在是一个变旷野一个各样的人。王子是一个非常刚强有权势的人，各样的人是非常温柔。我相信当伊咧对待这羊群的时阵，非常温柔，带因出入。后来，上帝透过伊带领以色列人去到旷野40年，伫这中间，伊所带领出来的人，拢是无信心的人，拢是真够埋怨的人，拢是为了家己来争取的利益的人，拢是为了家己的欲望对敌上帝的人，甚至为了因家己的权利，甚至甲摩西对抗的人，反背伊的人。但是圣经内面讲到，摩西上界谦和，有一边因非常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要将因消灭。摩西就起来，对着因的罪，伊讲这人真正犯着真大的罪，真正得罪上帝。但是上帝啊，你敢会当原谅因？这个人拢反背摩西，摩西就拍败伫众人的面前，讲只有上帝伫咱中间做主。我无为了伊家己，我无为了家己来争取啥物件，上帝亲自做主，温柔谦卑伫众人的面前。所以，当带领40年，以色列人伫旷野中间。但是，这个这么温柔的人，当因知影伊的百姓为了离开上帝来做迄个真牛犊的时阵，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生气。就将这只金牛这个金磨做粉逼这个人就爱啉这个水安尼。咱姊妹，所以一个温柔的人，表示非常温柔，但是为着上帝，当上帝荣耀受到真大挑战的时阵，伊必须要起来，为了上帝荣耀，伫遐征战、光强、壮大。上帝伫因中间会当来体现上帝伊的
尊严。圣经内面讲到，咱得爱亲像精兵，光强壮大，对不对？为了上帝的国，为了上帝起来为征战。今仔日征战中间无论的，也无惊吓。但是后面的圣经讲到，咱得温柔谦卑，调和这两项，刚强甲温柔。圣经所给的规矩，中间一项就是温柔。腓立比书迄个所在讲到，咱信徒中间彼此来甲人对待的时阵，已经应该表现出谦和温柔的态度，这是人甲人的中间。所以主要所干嘛讲，温柔的人有福气。在咱这社会中间，你要怎样去调和温柔甲刚强？这是咱爱学习的一项。你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你讲我是啊，我就是非常温柔。我甲人讲，我拢轻声细细，袂人甲人大声，甲人讲话时嘛面带笑容。你是一个温柔的人，敢毋是？不一定。好，所以呢，有温柔，有几个指标要来看起，你到底是不是温柔的人？第一个指标就是你有一个体贴人的心。现在那个消费者高涨吼，安尼，看你去食饭的时阵吼，你看卖吼，就是讲你是不是温柔好人客？还是你有一个表现就是，花钱就是大爷，吼咧。像咱看见吼，有一寡电影啦，是说安尼无场地吼，服务生啊，水会泼伫你的身上啦，不小心物件落伫你的桌顶啦，你安怎？怎么不小心？叫你老板出来，怎么可以这样？叫你老板出来，平时拢是真温柔吼，结果拄着这代志的时候，安尼大声响吼，安尼，会安尼袂？所以你想想，感觉讲，我来到这个所在，我特别得到服务，我希望要得到真大的服务。所以呢，花钱就是大爷。所以呢，伫咧中间的时候，你感觉讲，我应该接到人对我上介好的对待，服服帖帖的，爱我满意。咁样呢？如果若是安尼时，你可能毋是一个温柔的人。温柔的人会感觉讲，服务生来到我身躯边，服侍我的时阵，我嘛希望伊会当真欢喜的心来服侍我，做出这个服务。所以有可能这个服务无互我得到满意。我咪当安尼真体贴。有时咱去到邮局，较早邮局确实有一寡甲衙门的感觉。去到迄个所在，人对你拢无啥好，要对你安尼真拼歹写出，态度无啥好，你会感觉真生气的呗？真生气！叫你老板出来，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你服务得要面带笑容，不管这个笑容到底是不是真心真意，但是呢，就是要面带笑容安尼。有时我就感觉。今仔日这个态度无啥好，我会想讲，伊到底今仔有发生什么代志也无？今仔日有发生什么代志也无？伫厝内底是不是互伊真这代志，互伊感觉真超凡有准？这是一个体贴。所以今仔日虽然这个态度无感觉真好的时阵，有一个体贴的心，为什么？但是真温和一个对待，对伊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有一个姊妹伫公家机关服务，伊安尼讲，伊讲前一个主管真体谅部属，常常在咧称赞学乐，厝内啥物代志时阵，真拢会斗相共。所以即个单位内面大家管理拢做好势，大家真拍拼，这业绩真好。这主管退休了后，大家列队欢送啦，做唔甘的，安尼遮好的主管安尼依依不舍，真体谅。后来这个主管接任了后，较少年，年轻气盛，都咧真要求啦，大家较拍拼都要冲业绩都要达到咱的要求安尼，若要请假安尼问东问西安尼你请假咧业绩都无好安尼，高压管理，常常指责，常常咧业绩有够无，业绩有够无，大家恐怖甲人心惶惶问题真多，所以。后来业绩就无啥好，所以你是敢是一个温柔的人，看你有一个体贴别人的心也无，常常徛伫别人的立场，毋是只有坚持家己的利益。第二，温柔的人有一个
宽容的心。来看安尼家己啦吼，这个宽容心常常拢是咱对别人的失错、过失，有显现咱的成熟度也无。我上个讨厌就是伫咧网络中间吼，做一个酸民安尼，无论好歹物件，拢总是做酸面安尼，拢逐咧负面解读，足艰苦的安尼。然后规群就伫批评论断吼，讲一寡遮的话吼，总无好的吼。我毋知做律师的人是毋是拢安尼吼？做律师的吼，一定拢无论怎样吼，你一定要找出你的罪恶吼，找出你的问题。当然爱辩护啦吼，安尼。但是对抗别人的时阵，一定拢还是安尼，徛伫真好这立场，宽容的心。圣经内面讲到，谦卑、温柔、忍耐、用疼心、互相宽容。什么人需要你宽容？要达到你的期待人，你当然要宽容啊。甚至有做七错的人，你要宽容啊。甚至有犯着罪，你嘛是要宽容啊。有时我就听到讲，老师啊，这人做这种代志，你拢无爱出声，这个代志你拢无爱处理，你拢无爱报销会来处理一下。我讲，我若报销会的时阵，因家庭要怎样？我若出声的时阵，伊伫社会要哪徛起？我若出声的时阵，指责伊的时阵，伊可能回头就走。伫这中间的时阵，可能是需要用宽容、包容伊的失错。所以有时咱感觉拢在徛伫真公理的中间吼，我们对罪恶都要有一个真紧的手的判断。这个罪恶当然是安尼，但是有人失错的时阵，你要怎样？所以圣经内面讲到一项，如果若犯错，咱敬虔的人要用温和的方式来纠正。所以咱毋是妥协，但是会当用温和来纠正。而且佫讲，你家己嘛要小心啊，免得引诱去批评论断。这中间常常有咱听着姊妹咧讲开个，这个人吼，我感觉是安尼吼，我感觉是做无好，我是做无欣赏，嘿啊，我嘛感觉，迄就是违反这个圣经。所以有阵咱有可能听到真侪这个批评论断，咱可能听到真侪对罪恶对别人失错有一个这个指责，咱可能全附和落去安尼，嘿啊，我嘛感觉应该吼安尼吼。如果咱若听到，伊讲爱小心，免得受引诱去批评定罪，这是一个温和的人。通常对着真大错误，唔知你会怎样来反应？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犯错。是讲后摆紧啊，咱大家拢有失错咱有无小心下次小心就好。是咱拄着别人问题时，我就知道你会犯错，就活该，你应该受处罚。犯这种错误不可原谅，好安尼。若后来你拄着要怎样？所以呢，姊妹，伫这中间对别人失错中间，咱有一个宽容的心，会当体现出咱到底是毋是体恤的心。体恤就是我愿意徛伫伊的立场中间，徛伫伊的处境中间来体贴伊的问题。最近咱真大的新闻当然都是白色力量所产生的问题。不过我看到陈佩琪的时候，我感觉心态嘛是有小可唔甘啦不管伊是毋是后来有失错但是当看见因先生关入的时阵伊安尼心内一定安尼真忧伤艰苦安尼咱想到这种代志，我就感觉咱厝内底人若是有共款这个问题时，做一个家属一定是非常艰苦安尼但是这社会中间是较无容忍这个代志一定所谓这整个批评的浪潮规拢来安尼所以这是咱社会中间总是小块罪不断的扩大，置之于死地迄个感觉所以政治人物拢常常安尼，好是安尼，逐日捧甲那像安尼把你神格化，若歹的时阵哇安尼为罪就来安尼扩大安尼变个你一无是处安尼所以这是咱爱避免的。箴言有安尼讲，咱唔通安尼讲，伊怎样对待我，我就要怎样对待伊，我要报复安尼。真正日本有一个影片，
什么正数啊，是什么的啊？加倍奉还啊！这句话吼，就真做咱社会中间吼，一个真大、真普遍流行的。伊怎样对待我，我就要怎样对待伊，加倍奉还。哦，毋那是报复尔，还加倍奉还。但是前面讲毋通安尼讲。有一个知名作家，伊去买一个报纸的时阵，啊，报摊这个老板可能较无用吼，啊，就安尼报纸摕互伊，啊，接无好就安尼涂骹安尼。哦，啊，这个作家伊就安尼，啊，谢谢，啊，就捡起来安尼吼。我伊朋友就讲，好，伊安尼再无礼貌，买一个物件，用弹的，嘛好啊温和，看你的手啊，啊，你若安尼无讲话，啊，搁来谢谢，吼，啊，你作家就讲。伊对待我无一定爱照伊对待我回应啊，我会当决定我要哪回应啊。我就感觉伊伫安尼真无用吼，安尼嘛袂故意的吼，咱都嘛是共款来谢谢吼。是我表达我的宽容，我的态度啊，我无需要因为伊要体现我家己一个尊严来回应这个代志，这就是啥？这就是温柔。咱会当自主性来选择，咱要怎样来回应的态度甲方式，这是温柔。咱毋免感觉讲有一种我要争取我的权利，我若是有感觉亏待、欺压的时阵，我会觉得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不要惹我，当着瞧，加倍奉还。啊，是因为这毋是一个温柔的人。第三项，温柔的人是好参详的人，所以呢。无温柔的人，通常会坚持家己的意见，照我的方式，我说了算。所以平常时有可能的时阵，安尼面带笑容，互你感觉咧真好势。但是咧讨论代志的时阵吼，拢无参详。我说了，就这样，不要啰嗦。咁会这种情形，伫厝内底时阵，咱对谈咱的囡仔时，敢是有安尼啊？咱对待头家对待的时阵，通常即马科技公司听讲吼，即马即种的作业的安尼。无欢喜啊！你物件就跌落去安尼，啊，就指责，就骂吼安尼。那故事第三章讲，对顶面来智慧的一种特性，就是伊是纯洁的人，伊是真和平、谦和、友善、充满仁慈，然后有温柔的心，有一寡其他的圣经。搁加一项，有温柔，有度量，好参详。哦，我看了好参详，我感觉这句话就非常好。好参详，你敢是一个好参详的人？我是足温柔的，但是我咧讲，我足坚持的。这种可能毋是真温柔啦吼。拜托吼，你敢某一人去参详的吼，去开始讨论一下事情。哦，我毋敢，你家己去，你家己去。哦，这足鲁的，好别讲的。干嘛呢？你是不是那样的人？大家拢无啥来毋敢来甲你参详代志。啊，伫你厝内中间嘛是共款，可能是一真威严的人，好气的时阵吼，安尼无通讲啦，安尼，莫叫骂倒转来就好，安尼。这毋是一个温柔的人，温柔的人是有度量，有度量意思，我会当包容别人无共款的意见，我会当包容无共款的想法，我会当包容伊会当为着伊家己来讲出伊心内的话。温柔的人会尊重别人的权利，而且有度量是愿意因为别人的利益会当退让，会当失去家己坚持的利益，拢无贪上一角都袂当减哦。这句话你就无法做生理吼。好，你敢是一个好参详的人？如果人常常无人甲你讲话，参详代志可能说语，可能平时你感觉讲，不要让你的权利睡着了，不要让你的利益稍微有损失，啊，这种咱可能无法度参详。你感觉讲我若失去我家己的意见，就感觉会向看轻，迄个感觉。通常咱拢坚持家己，我会坚持我的立场，我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想法，安尼我会讲，体现我就是个强势的人，袂当参详。这无温柔。主耶稣基督，伊是一个温柔的人。
伊讲我心内温柔谦卑，就额外宽恕，恁就要得到安息。我心内温柔谦卑，真正是安尼。所以咱看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伊用温柔的手医治这个各种病症的人，伊温柔的手讨棒受压制的人，伊用温柔讲真理来开启这愚妄的人。伊称作是罪人的朋友，啊，姊妹，因为常常甲罪人三千斤，无指责伊，然后甲因三千斤，互因有机会会倒倒转来。这个罪人无一定是因为做歹啥物大代志，那是因为犯着律法。法利赛人无共款，法利赛人常常徛咧陷阱，因咧研究啥物种叫做犯律法，所以因就在陷阱，看每一个人。做这样代志犯罪，做这样代志犯罪，犯罪，哦，伫咧标准中，大家人拢犯罪。伫目镜中间，看见每一个人拢是无原罪的人，而且责备伊定罪因。但主耶稣基督，伊称做罪人的朋友，常常甲因三人做伙。主耶稣基督温柔，但是主耶稣基督有安尼真刚强的时阵，也无有啊。但是进到圣殿中间，看到圣殿内面有一只羊群换这钱银的人，这是非常一个无公义的一种代志。所以伫遐伊就非常生气，冰倒将这牛羊拢赶出去，然后将这兑换这银钱的人，将伊个倒冰倒。因非常生气，对因讲：我的爸的殿要称作基督的殿，万民基督的殿，恁互伊诚做一个插手。伊也非常公开、真严厉来指责这个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伪善。所以为着公理，伊有表现出非常刚强的部分。因为温柔的人伫适当的时机，就像咱主耶稣基督共款，温柔的人伫适当的时机体现出伊人对人的疼、温柔对待，但是适当的时机也为着上帝的荣耀，为了真理公义挺身而出，对抗罪恶。主耶稣基督讲：我来毋是定世人的罪，乃是要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以赛亚书53章讲：伊受欺压、受痛苦的时阵，无开喙；伊是一羊受砍去、受杀的地，一剪毛的手无出声。温柔，这哪像一个软弱？这个软弱就是讲，人逐日要掠去杀吼，你拢恬恬无出声，人逐日压迫，你拢无反抗，亲像羊是真温和，真软弱，主耶稣基督竟然亲像羊遐尼软弱，拢袂抵抗，乖乖人要扛去杀佫乖乖互扛去杀，袂咩好。软弱，是不是安尼？伫咱看就是安尼啊，无你来对抗一个啊，无拼死哦，拼命嘛甲你对抗啊。但是圣经毋是安尼讲，圣经伫咱所读的启示文中间，伊是谦和、顺探上帝的意思，然后受砍、钉入死，为着正人来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主耶稣基督讲：我来毋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拯救世间的人。伊安尼亲像羊受砍去、受杀的所在，这毋是软弱，因为伊捌答主耶稣捌答上帝基督讲：这个杯若是会砍得，这个杯毋通啉到我，会当刷去这个杯，毋通互我啉这个杯，三遍安尼祈祷，这是一个重大的征战。当伊要受掠的时阵，彼得安尼讲：主啊，敢袂当互我对天里呼叫天使，12营天使降落火来，将这要掠你的人消灭掉？这个敢是安尼？将你的对敌，将要甲你对抗的人，将伊消灭掉？这乃是会当表现出你的刚强、你的溃烂、你的强势，乃会当受到人伤害呢？主耶稣讲：
所到入鞘，比着你毋知你到底你想法到底怎样，你毋知你心内所存的到底是怎样。我敢袂当叫12赢天赛，降火来吗？会使，但是我袂当安尼做。圣经内面讲到，伊面对十字架，面对十字架，这毋是软弱，乃是刚强。所以伊知影伫头前要互伊拄着到底是啥物，受到压迫，受到凌辱，受到十字架。但是伊愿意面对这个物件，面对伊，接受伊，这是上界刚强的表现。面对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基督，伊是全能的，但是伊是温柔的全能者。全能表示伊当做任何这个代志，伊是非常荣耀，伊是万王的王，但是是温柔的统治者。伊是一个拯救者，会当拯救别人，一定是非常有气力，一定是能力，但是伊是一个温柔的拯救者。勇敢面对十字架，无惊吓。为什么？因为要顺探上帝旨意，要伫适当的时间做出适当的代志，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真正温柔是啥物？就亲像咱主耶稣基督这个所在所表现的，为一个特别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目标，然后伊必须要克己，限制家己。你若想看一个人啊变变叫，吼，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这表示伊无法度控制伊家己的脾气，连脾气都无法度控制，伊要怎样去体现出气力？因为伊所有的气力拢体现伫迄个平常时的内面。真正要用气力的时阵，已经无气力啦，对不对？是安尼。所以伫这个所在，为着特别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目标，伊就要克己，安尼才有法度伫适当的时间体现出伊无穷的气力。温柔的人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因为伊的性命经过磨练，伊的性命有信心来顺服、驯服下来。所以，伊会当亲自主耶稣基督遐尼诚实的性命，甲德情。到尾咧，我今日要去生气，但是圣心来讲，毋通生气。所以咱温柔，改变一种态度，温柔对待。你感觉讲这个代志真正互我非常的生气，我一定要体谅，还是我一定要坚持我家己，表现我家己一个真刚强，互人惊吓。但是一方面你佫做袂出来，因为圣心同你讲，你着要温柔谦卑啊。人爱喜乐和平啊，所以好啊，真正安尼。我刚才做个见证，过来变，这足气的，气的这个人，真正是上帝你就好好出发。但是圣经同你讲，现实来讲，你敢要救助，还是要来祝福？祝福。但是这位这是一个温柔的人，因为温柔伊所有的气力，拢是受到圣神同你控制。然后，这种的人。当伊降服伫圣神的管理中间，伊才有法度互上帝使用，伫适当的时机，体现上帝互伊真大的气力。因为圣神知影你是受伊管制，需要温柔的时阵，伊赐予你温柔的气力；需要去刚强正直的时阵，伊赐你正直的气力，亲像迄只顺服的马共款。咱毋是为着家己争取啥物，咱是一个温柔的人，互上帝来使用，为着上帝的荣耀，安尼，咱会当对上帝来得到永远的产业。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若要争取上帝国的百姓，其中一项是温柔。温柔的人是偌有福气啊，因为伊要承接上帝所应允的产业。咱三甲祈祷，主，阮儿子你耶稣，你的温柔谦卑；阮儿子耶稣基督，你的温柔以外，你的刚强壮大。阮学习主耶稣基督，你的听，你的慈悲怜悯，也学习主耶稣基督为着拯救世间的人，刚强行十字架。
完成上帝的使命。阮正做一个温柔的人，互众人因为阮会当来得到上界大的利益。阮正做一个温柔还佫有气力的人，阮伫需要时阵，我会当为着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国，天现圣心赐予阮的气力。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时咱来唱回应诗，圣诗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请起立。咱游玩徛地，咱要来做信用告别。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怜爱受苦，第四个死埋葬坟墓，第三日为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人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要举行圣礼典，请咱来唱圣诗351首，咱坐吟。
举行圣礼典洗礼。那这是咱要来举行圣礼典来洗礼，咱要请三位来到头前的所在，这是刘玉芝、林恩伟还有温崇尧。亲像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要安尼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刘玉芝、林恩伟、温琼瑶，当恁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恁若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若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会长请起立。我用水甲你行洗礼，我你规矩爸囝圣神的名，有上讲。阿门。因认为，我用水甲你行洗礼，我你规矩爸囝圣神的名，有上讲。阿门。伫咱中间，阮琼瑶已经过去受洗咧，所以今仔日伫咱中间个别信仰来汇集，在咱中间。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佮愿恁的神魂甲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欠。刘玉芝、林恩伟、温琼瑶，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咧。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佮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公园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产会员，有分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搁一遍祈祷，主得到你上大的恩典，主你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主答应伫众人面前告别恁的信仰，因的信仰。这就你的话讲，伫众人面前承认你的，你也要承认伊。祝你带领因的人生路程，互因会当慢慢来认捌耶稣基督，因也经验上帝你保守的亏难，互伫无共款的状况中间，因拢会当得到上帝体贴上，会当体会上帝你对因的带领甲恩典。所以因坚定因的信心，也慢慢认捌你是因的救主，你是因的爸，伫凡所有的环境中间，引带因、带领因做一生的主，所以伊愿意将家己交托伫主耶稣基督，相信你、跟对你，尽因信徒本分来服侍你。恳求上帝伫你心上，佮显现上帝你无穷的亏难，甲你温柔的听谈，引带因行伫你的路上，伫因心上会当显明上帝你救赎恩典以及你的荣耀。祝我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会长请坐。这是咱请长老来到头前的所在来接纳因，伊诚做咱教会的陪产会员，诚做上帝家己。伊是咱的老会友，也是放生长老的亲家，
所以古人拢伫咱教会中间。林秀雄是一家家庭的一家之主吼。林秀雄弟兄呢进前几工伫病院中间已经受洗咧。所以非常感谢主，因全家拢来归向上帝，安尼。恩惠伊伫细汉时阵拢伫教会咧出力大汉，所以因对这个启动教会，好，个教会里面咪上瘾咯。经文的目标。好，请他们回座。那上帝真大恩典啦吼，所以伊是咱久长的一个会友。不过呢，最近才开始受洗咧，全家信主吼安尼。全家来受洗咧，因为伊现在是东海大学的法律系教授吼安尼，所以上帝拢有真大一个带领。因昨咧分享时，我感觉非常感动，因为因阿公是伫迄个启动的教会伫遐有真好的这服侍，所以伊嘛是拢伫启动教会迄个所在伫遐青年囡仔伫遐中大，上帝对伊有真大一个带领，所以这是上帝。介绍，那像立好约，这约一直持续，到伫现在，因一直伫上帝手中受上帝看顾，安尼吼，非常感谢上帝。秀雄弟兄即摆伊伫安阳中心的所在，伫遐照顾吼，安尼。来继续要来进行咱的圣餐，将来唱圣诗。
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面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三甲来祈祷。主阮摆设八角饼，伫八角饼的面前，知上帝对阮无变听。祈请主耶稣基督为着阮死，而且死伫十字架顶，而且也纪念主耶稣基督为阮身躯拍破，宝血为着阮流出。你是温柔的拯救者，毋是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互众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所以温柔的拯救者，亲如羊羔受砍去受杀地，无出声。但是你也刚强面对十字架，你心内谦卑顺服上帝的旨意，为着万死，而且死伫十字架顶。伫你的拯救，愿你经领受，所以伫饼甲杯面前，也要纪念阮所领受的恩典，愿罪得着赦免，愿着永远的活命。透过八角饼，互还知上帝的听。主耶稣的拯救，以及阮所领受的恩典，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主耶稣基督是全能的，满满有气力。你是尊贵荣耀、统管万行物的主，君王，但是温柔的君王。伊是温柔的全能者，主耶稣基督，伊是满有能力的拯救者，但是伊温柔亲像羊羔受砍去到受杀的所在，无出声。勇敢面对十字架，承担世人所有的罪过，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主要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三甲来领受。
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咱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主耶稣基督，阮已经领受这个杯甲饼，表明阮是属着你的百姓。也伫共领受杯甲饼中间，表明阮拢是主耶稣基督身躯彼此中间的肢体。主，互阮伫主的内面合一，因为阮拢诚做上帝你的囝儿百姓，也诚做上帝你厝内的人。安尼，我着真心彼此互相，也温柔相对待，恳求上帝甲阮相同做伙，伫你的疼，伫阮彼此的温柔中间，互你阮会当结连伫你的面前。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会众起立。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愿感谢你，阮的活命、气力、智慧、财产，拢是你所赏赐。愿要学习你的款式，温柔谦卑，听上帝，听人。愿嘛献上阮淡薄的钱财，愿做你圣工的路用，互福音来传播。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会众请坐。这是要来报告，本主日2场礼拜举行圣礼典。华语礼拜有刘家龙弟兄受洗礼。今仔日玉芝姐甲恩伟他的儿子受洗礼。伊就是放圣长老跟瑞琼姐亲家琼瑶是他的媳妇那也汇集转入请你起立，咱来甲因拍拍啊！好，请坐，感谢主咱来介绍新来的林丽淑姊妹，伊是迄个玉芝姐二嫂欢迎。阁有一位是阙可秀，是林丽淑姊妹的女儿，欢迎。好，第2点，本主日12点20日7路召开长执会。第3点，公9月9月13上午9点半。有长者健康促进活动，欢迎大家参加。第4点，传道组携手爱无限中秋节福音茶会，伫本周六9月14号下晡3点，伫咱教会1楼那有甲咱公教会周边的里民来参加欢迎大家邀请为这代祷。第5点。学青团契成立迎新餐会，9月14号沿岸7点，欢迎大专以上的学生青年来参加。过来献歌队有主办这个声乐研习讲座，有4个礼拜，拜6 1点半到3点半，欢迎大家来参加。杨爱玲教授伊是师大音乐学院曾经任师大学院的院长那也是台中圣乐团的指挥那欢迎大家来报名跟圣歌队陈少全弟兄、阮淑清姐妹来报名9月15截止。第7点，马约翰牧师的培灵会9月22号华语礼拜甲台语礼拜要来培灵下晡有咱的伊的专题演讲请大家踊跃参加马约翰牧师伊做者著书众多这是真好，无院的这个院牧师班，在台语礼拜献诗。好，第8点，巧克力人生福音茶会，9月28下午3点，那欢迎大家邀请青年朋友或者是
中年朋友都可以哈。对巧克力有兴趣的朋友来做巧克力 DIY 啊，费用是100块。好，欢迎大家邀请朋友参加。第9点，公园教会要举办一个夫妻成长营，哈，11月23号礼拜六跟11月24号礼拜天下午，对象就是呢愿意一起成长的夫妻档，好，有提供托儿服务哦，哈，所以费用一对夫妻2000块，哈。本来是4000块，教会补助2000块，好，请大家踊跃参加。第10点，门徒培育组基要真理班啊，欢迎1月8号礼拜天是正奇长老来主礼，9月12号是傅崇林姐妹来主礼。好。第11点是连续好几个礼拜，哈，每个礼拜4，欢迎大家来参加哈。要报名的人，请跟旅村局执事报名啊，费用是1000块。后面后边哈有教改消息，请大家来看。牧师刚有要补充。这里也欢迎恩伟还有琼瑶他们2个孩子哈，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后面2位哈？非常欢迎他们哈，他们现在是大1、大2了哈。在我们当中还特别要欢迎我们宋荣华弟兄回来，这个地方，特别介绍他是因为他最近经历上帝很大的一个拯救然后经历一些事情所以特别。再回来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哦，所以上帝恩典在他身上，非常感谢主，在他身上所行很大的神迹。那个后礼拜六吼，洗手爱无限制吼，这因为咱是邀请咱周围这4个里面来参加啦吼，因为这位有限所以咱有这个同工咧参与活塞所以咱兄弟姊妹免来要紧啦因为咱有请因食饭1楼的位有限所以咱有同工伫遐活塞，安就会使。马约翰牧师的培训会爱第一因为华语、台语加迄个下晡一顿，咱请伊讲三个不共款的主题。这个中间呢，咱会当对伊来听着真好，这个培养吼。伊写的册真多3、4本，这拢做畅销的。这表示伊是真好，这个作者而且有真好，这个培养。国教会常常请伊去啦吼。所以咱要请伊来，拢爱1年前来定。安尼较定有吼所以真无容易的机会吼，所以请兄弟姊妹会当邀请朋友来参加。迄天拄马街病院那30几个院牧同工嘛要来参加，安尼所以迄天是一个盛会啦吼。咱的母会是新德教会新德教会9月22所以终于可以卸任吼不过因为甲咱的关系真密切兄弟姊妹会当去参加这个盛会。这是咱来唱祝福车恳的诗歌，圣诗399首，请起立唱线，请牧师祝祷。主
愿赐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成。我愿恁的神魂甲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欠。阿门。